不用安尼讲啊，咱春风人哦，绝对趁钱。对。哎，局长，哦，来这请啦。这，哎呦，真。回机场哦，小马酒彩传出来哦。来，看谁啦，看谁？谁做？同你照他采酒彩。去。机场输好一个哈。歹势啦，大家坐啦。这陈世美，你有够无良心的呢！难怪你的巴肚底有你的囡仔，专工为配偶找到绑架来。你既然甲这个查某人结婚，阁有囡仔，你心肝有够浓毒的，有够狂！先生，祝福咱合作顺利，安尼钱财滚滚啊！这杯我心甘为敬。哎呦，赞！哎呦，气票赞啊！安那个啥，你做人真正阿萨利啦！来，咱大家做伙干一杯啊！祝咱大家合作顺利，赚大钱啦！来！赞！机长，无请你慢慢来用，我先落来一下。吃。我甲机长款待一个呀，绿茶呀。等。看你咧变啥吧？这是啥？这是阮淡薄仔心意啦，你都唔通去嫌呢。哇！真搞嘞啊！哎呦，那个桑，哎呦，真搞嘞是袂咧收的啦，袂咧收的啦。哎呦，你是网界大地主呢，唔让人民看，而且化水阁会见到。阮以后爱你开心的所在，遐阁做者，车吼你就莫阁提示啊啦。贪财啦。姐姐，我属下的机场恁一杯啊！真的。我去放尿了。我迄个大把头的查某，无来无去送恁大礼，互你死卡钱。嘿，我讲这么合作顺利哦，大干事，你想嘛，一直在你小金哦，你做什么有害的生意？搁来讲，带咱入来迄个志明啊，你知影大巴肚是啥物人无？要准，因某啦。但即马我嘛唔知免咯，我你叫我斗找因翁，结果是安尼，你叫我免来甲我你也讲。啥拢莫讲，你也真大巴肚对不起。准好知影，因两个娶别人哦，一定挡袂掉。你要安怎？啥拢莫讲啦，要安怎？啊？但是我要看你巴肚来了，等你囡仔生了再讲。老李啊！
想袂到哦，这我水较高哦。出手阁遮尔大方嘞。吼，若是讲哦，我会使伫迄艺thuật店啊做工课哦，安尼我一暝收入哦，都比我一档的收入阁较济啊呢。真真偌好嘞。这钱你收呀？袂使啊，袂使啊。这是恁辛苦赚回来的，我袂使收啦。哎哟，阮主要是去看卖尔，这钱我根本用袂着啦。佮再讲，阮大的钱哦是阴卡包对啊。我咧讲，到时这钱你把钱阮大若无面子哦，我就甲你整哦。我讲。是啦是啦，放记。来啦，就算讲吼，我甲咪姑带你这厝税吼，甲饭钱啦，吼，收起收起。收起啦。好啦好啦，安尼啦吼，我去恁带你兄水啦，互你洗身躯啦吼。多谢。多谢了。一林大兄，咪姑，你倒转来啊？是啊，我哩来，哦，这点心啊，来，这样互你的啦。华丽啊，当这饭起起的，你若拢无食？我袂晓啦。这摆会用的啦，你即摆大巴肚，啊无食饭咩来砍的？我哩啊，你是搁咧想恁翁叔吧？讲到迄陈细米吼，都毋是就。你拄仔讲啥？什么陈细米？陈细米甲阮志明有啥物关系？无啦，我今仔日吼走去夜大间啊，听迄夜大他妈唱歌，唱迄陈细米啊，我吼听到即摆搁咧想啦。莫讲较济啊，来，食这点心啦。你豆腐吼有够好食的啦。我实在食袂落啦。哎哟，你无爱食我唔管啦，但是囡仔爱食啊。是啊，一林大兄，你明仔载不要去找我翁好无？免找啊啦，讲到恁迄个陈细米哦，我实咪姑，来，食饭啦。恁两个到底有啥代志？我互我知影。你啊，你即摆大巴肚哦，无方便啦。我看吼，你都厝休门口啦。啊，归去啦，我甲咪姑吼，明仔载吼出来外口替你找恁翁啦，安对好啊？大家把手叫爬较紧的，抓大毒包唔通拖人念着去。给我敲！喂，阿姐，请问你有已经看过这个人无？无。小虎啊，小等下，你有看过这个人无？无咧。无啊，多谢。小姐，你有看过这个人无？无呢。这位大兄，你有看过这个人无？找无？继续找。唔捌看啊！我你啊，你无在咧厝内甲讲啥？我也伫厝的吼，阮妈嘛找阮翁。哎呦，即摆日本警察黑白乱抓大巴肚的查某人啊！紧闭啊！我紧你。倒来！走！大头啊！快点大头，上来嘞！你老白了！今天等你了，让我救你啊！没有你啊！哎哥！我你啊！大家干杯！好，报告署长，这附近所有大巴肚的查某，我拢已经抓起来，在外口等候指示指令。真好。哦，小金孙子，你咧办代志果然有效咧啊！来，我敬你啊！多谢机长的好咯，机长，麻烦你即马到外口指认者，倒一个人是前几工去恁厝里偷摕钱的吕飞灿。哦，好，行，所有嫌疑犯在这等候指示的指令。机长，请。好。机长，你确定这个查某就是迄个吕飞灿？无唔对，就是。团长，嘿，我两个警察俩，是。我真是无摕你的物件啦，老爷，我无摕
摕你的物件啦，先生等你。我本来是巴肚以后偷食一个物件，我无摕你的物件，就是无啦。阿姆抓到，是，哎，我无摕物件啦，我是老的，我是老的啦，我是老的啦。我打，啊你先送去。无啦。先生啊，你灰尘哦已经掠着啊，你即马吼会当安安心心、欢欢喜喜啉袂爽。对，即摆会使安安心心、欢欢喜喜，你无爽。对啦。哎呦，小金孙子，即摆会当抓到这个女废柴哦，哎呦，你的功劳上大，就等着我好好敬你几回啊！哎呀，这无啥啦，局长，请。孟达，你菜底下写菜啥？也唔入去伺候钱啥？嗨。大人，我就是无偷摕咱老爷的物件，你还相信我是冤枉的啦，我冤枉的。好啦，每一个红掠来遮的贼仔，拢讲无偷摕物件，拢讲家己是冤枉的。你莫想讲你摕一个大巴肚，阮就相信你呢，都是因为你的大巴肚，唔知躯壳扫出来。你也无证据啊，谁啊讲我是贼偷的？阮支大爷咧地方上是有头有面的呢，伊讲的话就是铁证。你哦，已经互指认讲是贼仔，你就莫搁赖啊！来你啊，阿你去。无啦，我唔是啦，我唔是啦，小弟，大人啊，我知影，你甲我同款，拢是台湾人，台南票，咱同款是台湾人的份上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，替我找一个人，伊叫李志明。李志明，阮遮无这个李志明的人啊！来你啊，阿来。嗨。有啦，我拄有看到伊，我拄有看到伊啦，伊就徛伫哦，一个穿足水的衫裤，啊，大巴肚的太太的身躯边啊。哦，迄是个带紧头家娘的翁啦，伊叫放大，哪有叫什么志明？来你啊，阿来啊！嗨。小金孙子，感谢你替我完成我的心愿，我敬你啦。局长，你安尼伤客气啊！打击犯罪除暴安良，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搁再讲，咱即摆已经是股东啊呢，你安尼伤客气啊啦！对，小金孙子，你讲了对，是我讲了唔对啦，我先打啦。我嘛敬你一杯啦！来，大家做伙饮一杯啦吼！来。大家做伙来。哦，干杯啊！啊！局长，迄卤肥菜已经掠着啊！唔知影局长要安怎处理迄卤肥菜？当然叫伊甲执行我，爱用刑啦。千万不要用刑咧！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吼，只要伊拿钱吼交出来，何必要用刑咧？你甲看啦，伊巴肚遐尔大啦，若是闹出人命哦，安尼就唔好啊。就算讲闹出人命啦，出你什么代志啊？你是咧假报啥？大家拢是台湾人嘛，人无亲土亲嘛。局长，安尼讲对无？无喏，拄仔只大家拢有看的呢，伊一点仔悔改意思都无啦。这种的无，一定要甲教死一个，袂乖乖听话啦。对，有一挂人哦，就是皮咧上啦，无甲修理，你袂爽啦！对，来，你是我敬你。哎呦，天灵大诶！啊，你怎么才转来啊？啊，出来是发生什么代志遮？嘿，我你去互四脚，掠去警察厅去啊！啊！
万岁！万岁！随便，乾隆殿下，万岁！祝问你是我的是我四丁啦，叫做添料啊啦。丁条条，你好你好，这个吼，是我吼来三重的，叫古咪啦。古面，这名哪遮奇怪哈？哎呦，你哪安尼讲人的名嘛？你哪个人近近看？无啦，唔知是我拖汤，还是你遮真正发喙手？迄查某人吼，我喙手吼，较性感嘛。是啦，是。唔知恁啊来？对。阮两个吼，住在南部啦。这个台北吼，是一个亲情的，地头都无熟咧，有地址伫遮啦。恁遮毋知有地图无吼？小可阮记者。我看卖啊。对了，这地址。安尼哒，人我做喙大的嘛。喙大啦，好啦。马子啊，你倒一杯茶来。无你遮小坐下啦，小坐下，我来摕地图吼。没事，你外口呢？我去啦，好，无伊。这啦，我跟你讲啦，阮这吼，艋舺讲大吼，嘛无大啦，吼，讲小是我无啦，我想要甲你讲吼，恁要找这个所在吼，就来遮啦，阮遮挖出去有无？吼，就看一间庙啊。庙啊，敢有庙公啊？庙公无啦，我是甲你讲吼，庙仔遐吼，巷仔挖入去就够啊。哎，巷仔敢会足暗的，人我惊暗。无啦，这嘛唔通啦。你是拖汤信啦？哟，你哪知我有做拖汤的？拖汤的，安怎？你路吼，落去同报较好哦。若无，我若是找无吼，让我暗时来去告伊哦。安尼吼，无问题啦，无问题。茶来啊，茶来啊！茶来啊！你哪会遐侪骹毛啊？骹毛吼是性感嘛，若无骹毛就变态啊。来，进来甲内面内走是共党，开门，别关起。喂！啥呀？我咪过啦。文杰，你来过来！我来讲，我善良百姓哦。不离呀，是阮啊。是恁哦。恁来把你救出来哦。哎呀，真好。是讲吼，恁乃无缘无故穿咧四脚狗的衫，害我惊一个啦。阮若无穿安尼哦，是要哪甲我你也救出来？对啦，恁两个哦，穿起来哦是介有班啦，介成啦。毋过哦，话你哦，腹肚遮尔大，穿起来怪怪哟。好啊，咱莫多啰嗦啦，人等下上重要啦。对啦，入去内面吼，找看迄个查某人的衫吼，会换啦。阴暗，阮要去送走。哦，好，我去找看卖哦。对啦。
一定安呀。哎，英啊，你著要送我走。我袂走啦，我找着我翁呢。啥？哎呀，啊，你找着伊是要创啥啦？种外口就查某啊，你讲啊这。咪姑啊！原来你两个早就知影，啥都要人看我啊！大李啊，啊无你是叫我要安怎讲啦？是要来讲，恁翁即摆伫外口有查某啊，甲伊结婚啊，佮大巴肚啊是？还是要来讲恁翁啊，即摆已经改日本籍的人？咪姑啊！我讲，大个，就算我莫讲，外里也早嘛是爱知影啦。人咧讲无毋对啦，鸭卵吼，佮安那办啊，换哪有芳啦？尤其做这种歹代志啊，早摆来讲知影啦。是安尼，这边才毋紧啊。啊，伊即摆是要安怎认你啦？已经去互日本人饲做教完呢。逐工啊想讲哦，要安怎甲日本人扑扑打打啦？左讲我八代就毋知姓啥物啊，哪有可能认你这个查某？大李啊，你是莫遮烦恼啦，无定恁翁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对啊，伊即摆上大的苦衷吼，就是做狗啦。互这个小囡小妹仔安那靠吼，喊来啊喊去啦。这俗语讲了无毋对啦，自作孽不可为啦，该死好。咪姑，咱讲几下你影响。啊，就讲就有影，毋过我也袂讲啊，听袂落准拄煞。我毋是差来好气，我是心内内底底我巴肚来应啊，还袂出事，伊真是老爸就歹治啊，以后是要安怎啊？要安怎？你啦，莫安尼啦。人讲哦，嫁人大厂卖菜，若毋愿甲人公家红晒。伊即摆外口已经有查某，你就莫搁哭。下囡仔是我想者。是啦，大李，咪姑安尼讲吼，真有道理啦。上重要你要保重身体，毋通那执迷不悟，折磨家己啊。我看吼，你也是等下平湖较好，毋通在外口流浪。看哪讲吼，平湖嘛是你的厝啊。什么叫做厝？厝内面都应该有红菜，有某囝。今摆我巴肚来硬啊，还袂出事，你老爸就不爱治啊。厝对我来讲有啥物意义呢？你叫我倒转去要做啥物？我不会倒转去啊！我等于做啥物？也毋过，即摆是阮警察要抓你，我看吼，你也是甲囡仔生落来吼，啊，找人的代志后摆才去讲啦。你拢甲我徛好，是谁叫你请假的啊？不伦不类，乱七八糟！嘿，你这笨蛋，你是猪？无，脑震荡的猪，死的查甫人，佫无一个大巴肚查某，放啊咯！嘿，害你死啊骨头啦！嘿，乖！你这笨蛋，一个一个，拢应该去千棒诛杀！脱人！嘿，你讲。是倒一个人救走迄大巴肚的查某？是一对人啊无？啊，我想起来啊，迄查某的就叫做丁添了的，迄查某叫做姑咪的啦。丁添了的，靠，廖添丁咪姑。穿这几束衫吼，我你该有够穿啊啦。我千辛万苦，做无简单，才来到万国，找到志明，这么简单，我找到，即马，我爱听伊的话，倒转去白我是，我袂倒转去，我要来找志明，我要找志明。
凤姐啊，怎么多啊？阮去外口传一寡物件，互我你也半老苍蝇啊。啊，我你啊咧，哦，伊伫房间内底啦，应该差不多啊。我你啊，我你啊，我你啊，我你，喂，我你我唔知你哪样。放哪咯？看，哎，我是什么代志啦？啊是上尾你生气啦？啊，毋是警察店遐饭桶，死个查某人，搁有一个大肚啊，搁叫我走去，袂牵我去。快走！你夭寿，你甲我倒头栽个死啊哟！喂，你是钱上要治的人呢，你即摆叫伊走去啊？啊，毋是你是着钱上？啊，毋是迄个聊天顶啊面具，莫我掠，就伊半伊疼。哎呦，你这个讲什么内容？叫人家紧去掠啦！哎呦，你是安怎真元帅？你用讲的就好啦。毋是啦，毋是。不是啥，一个大肚我就气到要死啊！你，别气了，别气了，跑出去啊，跑出去啊！出去啦！这个放屎！这凤达最近怪怪啊，戆神戆神，毋知咧想啥。我哪知伊倒一条神经咧无对档啦？我你也叫聊天顶救走，伊到底是去倒位咧？巴肚内的囡仔毋知安怎。志明，志明，我玛利亚啦，志明。你认唔着人啊啦？我哪会认唔着人呢？咱出细汉，斗阵啊大汉，16岁就结婚，已经6档啊。就算讲吼，你变丈夫，我嘛袂认唔着人啊。你认唔着人啊？你真正认唔着人啊？志明，志明，志明，你安尼怪你我，毋过我巴肚内有你的亲骨了，敢讲你袂认是？哈？你敢袂记得？你出门的时阵讲过，若是查某的，要甲我号名叫天楚，因为这是天公伯予阮的；若是查某的，你要甲我号名叫明珠，因为咱会将所有的爱拢予伊，伊是咱的掌上明珠。你亲嘴讲的这话，你拢袂记的是？我无袂记的，我是身不由己，我不能跟你相认。哈那可是个心胸手落的查某，因大兄阁是日本顺查，可算我伊知影，我伫背后有一个家后，不但我无命咧，连你甲你腹肚内的囡仔，你连性命都难保啊！你会当卖认我嘛会用个当作无熟悉你这个人。啊，毋过我有一句话想要问你，你敢答应我？你赶紧问，问完你就紧走。我问你，你是安怎买丈夫的囝去娶别个查某？你是不是变心啊？啊！你是安怎买丈夫的囝？你讲话啊！我要亲嘴听你讲，我才会相信。相信我的，都会无好的气养我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真是安尼。我想你啊！
了解我亲戚来台湾的时阵，我有偌艰苦。我找无头路，身躯阁无钱，我食喷，啉水沟的水，大咧低调内，我咧凄惨落魄，日子一点仔希望都无。迄个时阵，毋是拄着汉仔裤，我早就饿死咧路头啊！汉仔裤，伊无去向我甲我结婚，我是报恩，我是走投无路，我毋知互你糊涂去互伊借。其实我梦想要倒转去找你。啊，不过汉仔裤有心啊，伊一脚步拢唔准我离开。我毋知无当去找你。不过我拢了解，只要你即马日子过得真好，我就袂要紧。你即马有4个家庭，有一个这样子水的某，伊巴肚内嘛有你的骨力，志明，我祝福你，永远平安。小等一下，你啊！你去倒位？我可以去倒位，背后是我的故乡，我要倒转来陪我。那你去哪里？是我唯一的亲啊，嘛是我唯一的依靠。你放心，就算讲我走去食，我嘛袂好食苦，我会好好甲伊请养好大汉。小等一下，小等一下。这钱当身躯边啊！我袂去摕你的钱。阿你啊，莫拒绝我，我开店面实在太济，无一个弥补的机会，看你平安离开这。志明，阿公母本来就小欠钱，你欠我欠，阿毋过，为今日起，咱已经毋是阿公母，你就并无亏欠我啥物啊。颠倒是你即马甲日本人斗阵，随时就有性命的危险，你家己要保重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你，囡仔，爱保重。同意我来讲，搞阿去！快走了去！我错了，互你害个你知唔知？搞得你！啥代志啊？嘿，报告署长，已经拿到通缉犯了。真好。快啦！嘿，你也得去行，你也得去讲，一定要将聊天的下落给问出来。是，出来！小等下，小等下啦。放大，你是咧创啥的？无啦，你看伊巴肚遐大个啦，伊是一个有心的查某人呢，伊是来咧动包呢。你当时变甲这么仁慈、这么有爱心啊！你即马是放大上，是日本人，不是台湾人啊！明明是台湾人，你是安怎要欺负台湾人的？
要无你讲话有的，出走！嘿，出走！嘿！爸，你袂啊？我看。我等，大个，你叫我要创啊！我咧叫牙警察听，咪赶紧来救伊。无，哎呦！你啊，即摆就是去用怀疑，看咱是共党的，咱做出面去救伊，代志愈来愈复杂啦。安尼要怎？你去对志明啊，志明是伊翁婿，一定会想办法救伊啦。哦，找志明。来电坐啦吼！你台底遐那查头那死人哈，这个面子较歹看，啊人客哪敢入摆啦？较笑咧啦，不要到安尼来睇吼。行啊！你坐对我来啦，你房间哦，你说你来这个房你什么人？你想要创啥？莫讲我什么啦！你若爱治性命，马上去警察厅救我你啊！伊是日本警察通缉要掠的人，我无能救伊啊！是因为我你啊，什么头就狗也胖，本事无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救伊。我无想要救伊啦！我道，你莫想办法。啊！你们出门要叫我去送死的？这查甫人哪真软正哈！你无排你巴肚遐大咧，有骗我来到台湾，台湾时阵身躯无半身，做去食工本，再来亲门亲脉，有人甲绑架来找你，做上主要是要见你一面。你讲唔惊死，即摆连你救的勇气，你是你查某囝？我是无路用啦，我是无出团，我是无他的，我惊死，我不是查某囝。今日下晡，我掠电话面头前，我目睭紧紧看叫日本警察掠去，我连出面提供的勇气我都无，我即摆是要怎去救伊啦？你这正死！后面我你对你一片真心，我唔管安啦，你该想办法。我家己前面都法度去救伊。你讲什么社会？讲什么社会？小大姐，小大姐，小大姐。即摆想要救我你啊，只有去救汉阿哥。看人怕你啊！来啦！你向你看派，来。哎，你两位最近拢做无用的呢，还是无用什么大事业啦？无啦，马马虎虎啦，啊，最近吼都进一寡会较无用啦。哎呦，你大家拢啊来啊！什么代志啦？莫伫咧甲我拖啦！你，哎呦，你是什么代志啦？你无看我咧甲人摕爱摔子死无啦？喂，那无代无志你甲我跪啦？巴肚你去救人嫂啦？什么人是你阿嫂啦？就是迄个弄入去钱送因兜迄个。迄个女鬼才是你阿嫂，有杀唔对去无？哎呦，你是他甲歹去啊死无啦！一定是个真大呀，即摆搁变成通缉犯，啥物都袂有啊！你搁去甲伊认亲情？就是安尼吼，我毋知咧丢毒，毋通去甲伊相认啊。不过代志已经到这地步，我若无甲伊相认哦，一声吼就非死不可啦。死死的好啦，伊若死吼，你着减一个善车亲情对无？汉阿哥，你讲吼点兄如父啦。我自细汉爸母过身了走，是阮大兄甲我饲大汉的。而且过身，是阮大嫂吼，即摆叫警察抓去，伊巴肚内底还阁有阮阿兄的亲骨量呢。你讲，我甘愿安尼见死不救哟？歹歹啦，我家己着顾袂赴啊，什么阿兄阿嫂，即马吼阿爹阿娘来嘛是无通救啦。你若说无情无义啦？是啦，我无情无义哦，当初就袂对你这个会食袂讨赚的漚起食，搁替你生囝啦。动嘞！你是要去倒？去救人啦！好啦，你咬啦，你有才调啦，我啊唔知收啊，你想要去救人？
若无想要讨皮疼，上好将聊天顶甲咪句伫啥物所在，甲我讲出来哦。啊若无，你叫我小金心怀手人。你真听伊哦，你查某啦，无看到棺材袂流眼屎，我甲你电甲金金金，就是我小金凊彩甲你吓惊尔。无合作，我就互你在外厉害。我拜托你了，你跟我走，我相信不罪了，你搞什么？你交给抗日分子，阮日本皇军的名声，拢互你拍歹。我唔讲，讲啊！我真是不知道聊天你黑了，我讲的是实在话。知影，土皮疼你。署长，报告署长，迄放大先生来啊！伊讲这位通缉犯是下手，叫你手下留情。署长大人，大人，我你啊，安怎？你交给抗日分子，应该死好。我你也死啊！你想要死，无遐简单啦！我要叫伊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你是想要甲伊安怎啦？伊巴肚内还有囡仔伫个呢，你还紧张要创啥？哼！伊只不过是你的兄嫂孙啊，也毋是恁某恁囝，你还关心要创啥？哼！伊是我的亲人啊！顺在大人啊，假使讲吼，伊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嘛是不忍心啊。大人啊，你看在吼，我是安那箍红晒焚香，我这民主啦，放我你也走，吼！白牙咯！你算啥？你是去互阮厝招的呢？在阮厝食软饭，无落去骹上。你是安那箍边仔一只狗，我啥物要互你民主？是啦，我是一只狗，即摆一只狗吼，伫咧甲伊摇尾溜啊，咧甲你拜托，咧甲你求啦，我求你哦，求你放我你啊一条生路啦，放伊走，吼，我求你啦，大人啊！毋是我无愿意放伊走，是家己无爱伫性命，死拢毋肯将聊天顶的下落讲出来。安尼互我试看觅啦，我咧甲我你啊考劝，无得甲我你啊吼，肯听我考劝吼，会甲聊天顶的下落讲出来。署长。阿叔，你要救我啦！你想了要救我。你来要创啥？你走啊！阿叔，你互因掠来警察厅，我甲明仔目睭金金，看你互因接我，互因刑，拢唔管你是无？阿叔，你来赶紧哦！甲掠他们下落讲因知影，你唔通甲大人做对啦！我会考考，叫我出来甲你动我，我做袂到啦！阿叔，你若唔讲我廖昌斌什么所在，你是会死，你知影无？是咱台湾人的英雄，莫讲我唔知伊的行哦，就算我知影。